1、2、3、4，今日到咗4張技嘉5090，面貨 Gaming OC Master， 仲有呢款水冷技嘉4款5090，門市現貨發售，任君選擇。三大品牌華碩、微星、技嘉嘅水冷齊集啦。ROG Astro 夜神、信仰1、2、3、4、5、6張信仰，應該都可以用嚟召喚一張夜神出嚟啦。MSI 微星、水冷、風冷都有得揀，最緊要有得揀，任君選擇。小朋友先做選擇啫，即刻攞你張4090或者3090嚟吹咗佢，換翻張5090啦。WhatsApp 63882038傾傾啦，多謝大家嘅觀看。